中风台海葵逼挖台湾，气象局暗时8点半发海上警报，预计明仔透早就会发陆上警报。涉嫌指控是印尼总是美国国会发起暴动的极右派团体强硬查甫领袖，正式去互法官判17年徒刑。8万年前，英国伦敦的连环杀人案开膛手杰克一直无抓到，迄阵有作家分析，一个有精神病分草工人可能是凶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中度风台海葵逼挖台湾，气象局暗时8点半是已经发布海上警报，预计明仔透早就发陆上警报。目前这海葵是向南平线，本地预估是会扫过北台湾，不过这阵可能是会对花莲、台东登陆探过台湾。可能是这4年来头一粒登陆台湾的风台。根据气象局预测，明仔这北部甲花莲、宜兰就会开始落雨，尤其是这宜兰的雨水会增高。后日开始，风台可能就会登陆，这全台湾拢会变大雨，东部地区的风雨会特别大。因为欠气流甲风台带走，这恐惊影响台湾的时间会阁悠长。渔船一只看花停好，佮再用锁啊改保护安，规人正平渔港渔民趁海上警报发布进前，来做防范的准备。因为现在目前这个海葵台风啊，朝我们这个东北角这边过来，船靠啊什么都有准备。重点就是那个神手要强一点。因为一排大楼就海水倒叫。拄大雨就淹水，规人按四路，和店头是真困扰。下晡市府环保局伫周边进行水沟的清理，避免物件塌掉咧，造成淹水。涨大潮本身水沟就规个水拢漫起来，就把东西搬高至膝盖以上的高度。海葵风台继续对台湾这边来逼近，台东停航3天的离岛交通真无简单，才恢复班次。下晡2点了到初三往绿岛的船班，又因为风台要来而取消。我们要去绿岛。他为什么会下船？他说明后天停驶，所以就下船了。根据气象局观测，中度风台海葵即阵中心位置伫台湾东南东方77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4公里速度向西进行。预计暗时8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这日透早到早起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它在通过台湾的时候，暴风半径大概还是180公里。假如目前大概是以花东这边登陆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县市都还是有机会，可能涵盖在它的暴风圈里面。气象局讲，海葵风台继续增强，不过路径向南，就看起来礼拜对花莲到台东登陆的机会大。离的外围环流对拜六暗时就开始影响台湾，初三通过台湾，到市东半部、北部落雨会非常明显。也预计下日导引气流微弱的环境，海葵下礼拜1到拜3可能会滞留台湾海峡南部一直西，而这个影响台湾的时间也会变较长。北部、东北部刚好其实也是农历的大潮时间了，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淡水河口这一带可能会相对会比较容易有一些这个易淹水这个状况。到8月3日为止，顶一个登陆台湾的风台已经是1469天进前，也就是4年前的白鹿风台，而且顶一个登陆花莲以北的中度风台，更加是在6年前。那海葵真正对北部来登陆，会有机会一摆将近2项纪录。记者自动报道。海葵还未到，台南、高雄、屏东都已经咧淹水，是顶一个风台苏拉加上8楼引起的海水倒灌，到即阵水也退袂离。台南安平运河边，由于透早水就搁倒积，一干满街路。高雄基顶、屏东的东港，民众是已经撩水死工。最近一直甲淹到路面的水抽掉，就惊影响到过路人。受到大楼影响，台南安平地区早起9点外，正往台南运河的安平路，规个是淹水搁积水。有前一天的经验，公部门就较紧派抽水机来。然后还有8个冰箱都做垫高的工作，那就以免说防止漏电，还是一些家具啊设备坏掉这样子。无落雨啊，落雨就较惨，好像长这严重。同款状况嘛出现伫安南区城西街一段的附近，连续2天拢淹水，沙包已经塌起嚟嘛无效，水淹入来厝内，民众是真无奈。早就投安尼，投是是较无严重位啊，原来有效果啦，看也规间淹了了。我们事先帮协助家户预布
防水挡板跟沙包啦吼，那今天有起了作用啦吼。不过台南将军的陈坤新是冻水的钢板有发挥效用，甲冻起来的海水是阻挡伫鱼缸内，当来无饮水保护居民。高雄基顶和屏东的东港是连续4天拢受到大涝的影响。海水一直淹入去内面，规个市场拢无啥物人。各民众要通过淹水的所在，甲塞车仔的车摕来载人。高雄基顶上班的民众嘛是爱出门打水过，应该做生意的嘛是共款爱开门。水拢淹到内底啊！内底物件拢全部拢歹去啊！昨上严重啦，今日都还袂啊！今日都打咧淹尔，打咧起来尔。社群上班都要涉水，对不对？年度大涝加上风台的影响，沿海地区的居民连续几天拢受到海水倒击的影响，实在是有够艰苦。但是除了无奈，伊嘛无别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官员野村吉隆接受访问的时阵讲，日本核电厂落入大海的水是污染水，互因的首相岸田文雄真生气，叫伊爱甲全国的民众提示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总统府的首席顾问李光石讲，罗西亚已经甲核废料倒入东海30年，引起因的测试放射线无啥变化。英国《泰晤》报道，奥地利的小镇卡尔施塔特，互人形容讲是世界上水的小镇，嘛是电影《冰雪奇缘》的灵感来源。不过因为这游客伤过多，造成居民的困扰，这就是按说要收门票，减少游客的人数。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高中防治局今日访问蒙古，是有史以来头一个访问蒙古的高中。希望是当甲蒙古、中国、和罗西亚建立沟通管道。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81岁麦康诺，又搁规个人冒身起，健康状况引起关注。日前麦康诺的医师是公布伊的评估报告，证明讲伊会当继续做工课。南非约翰尼斯堡早时有一栋公寓着火烧，74个人死亡，内底多数拢是一寡有路无厝的流浪者。因为这栋厝是乌道的势力范围，暗时拢会锁门，防止警察甲外人走入去。这着火时阵，就是因为门锁掉了，人走袂出来，死伤才会显得严重。在约翰尼斯堡市中心，一栋5层楼的废弃建筑物，31翻点过着火。同一天下晡，警消去做后续的处理的时阵，大楼内底还阁伫翕烧，一直有白烟冲出来。这栋伫市中心商业区的大楼，产权是属于市府，无咧使用了后。叫乌社会霸占去，租户无厝通住的人，或者是非法的移民来使用，人数差不多400人左右。内底水电假使是条条拢无，住伫遐的居民会点蜡烛做电火，嘛会兄茶，互因较袂寒。不过安尼一个无细致，就可能发生火灾。Nanti kami lepas ground floor lah, lepas tersalah low. So I think ini sorry ni laban tak terpegak. So bukan sazang, atung ya the whole night. So kumeng amat betul, sesebaliknya. 伫事故的现场，附近的车路4架拢放罹难者的遗体。法医查验了后表示，拢总发现74具尸体，女性的占24个，男性有40个。另外有10个遗体烧到臭灰焦，根本就无法度辨识，而且还佫有61个人伫病院做治疗。发生火灾这栋大楼的安全门附近有真侪烧到臭灰焦的尸体，这个暗时会锁起来。阻挡警察或者是外口人入去的大门，变作是阻碍逃生的关键之一。因为火势传了真紧，真侪住户迄当阵是甲窗仔门讲互破，怎跳楼走出去。甚至还佫有爸母甲翁仔直接等落楼骹，敢若希望因的囡仔会当活落来。这是南非有记录以来上界严重主题火灾之一，嘛是这几年来全世界上界严重的火灾之一。总统拉马福沙去巡视的时阵表示，这个事件是一个警示，都要解决市中心主体的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流亡海外过了10年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8月底雄雄回国，因为贪污案，随到泰国的方送去监狱。戴克辛申请王室特赦的结果今日出来啊！泰王是甲伊的刑期对8年减到1年。泰国前总理戴克辛2001年就任。军方掌权了后，流亡海外到呾。顶礼拜伊回国，甲伊关系真歹，为泰党嘛坐就总理大位。即阵泰王是甲特赦，刑期对8年减到1年。
根据王小的公告，着写的原因是因为戴克辛身体歹，加上看重伊过去对国家的奉献。目前戴克辛人已经无伫咧监狱，伫咧警察病院接受治疗。防指控伫咧美国2021年综合国会发起暴动的极右派团体骄傲查甫的领袖毕格斯，当时正式去互法官判17年的徒刑。毕格斯当庭会室内强调讲家己毋是恐怖分子。 2021年1月7日，一大堆想要推翻川普败选结果的民众，动入去美国国会山庄，带头的是包括极右团体骄傲查甫囡仔。美国联邦法官拜四是裁定画面内面正评这个骄傲查甫囡仔的领袖毕格斯，共谋暴乱罪成立，该判17年。法官讲，毕格斯是利用家己拍过伊拉克战争的经验，甲骄傲查甫囡仔带向政治暴力，带民众破坏警方设立威力，干扰国会算票，领导反政府叛乱，符合检方讲的恐怖主义加重量刑。另外，骄傲查甫囡仔分子领袖瑞尔，是用吸着用化学的喷管去喷警察，同款是犯共谋暴乱这罪名，共判15年。不过，两个人犯判的拢干那检方求处的33年和30年的一半，嘛比美国的量刑准则较少，但是美国的律师嘛是讲判相当。The results were harsh and we're disappointed. The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rofessionals in this case, the probation department, were in the 10-year range. We thought those sentences would have been high. 15 to 17 years is too much. 两被告和暴动迄天真嚣摆的行为拢差真多，当庭拢替家己的行为来道歉。毕格斯甚至是要好，讲家己是需要陪伴厝内人，声称家己毋是恐怖分子，心内是无怨恨。伫这进前，另外一个极右团体受事者的创办人罗兹，5月已经互法院判刑18年。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罗西亚将伫因占去乌克兰马里坡地区办地方选举，马里坡的市长是咪讲这是一场假选举？ 甚至阁有军人走去百姓厝里逼因投票。一个领票柜台进前，陆续出席进前本落来俄罗斯护照签名领选票，准备去另外一边投票。俄战争超过1年半，俄国伫8月31日开始伫乌克兰的俄罗斯控制区办地方选举。不过对马里坡的民众来讲，改善生活条件才是因上关心的。Нас в основном интересуют лифты, когда заработают,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все пожилые люди, тяжело подниматься. 9-й этаж, я, например, живу на 9-м. Такой вопрос волнует. И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конечно. В городе был порядок, было безопасно. 除了克里米亚、俄罗斯伫顿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甲赫尔松这4个地区拢有办地方选举，由俄罗斯人民的州长请求人士甲少数当地有名人士来竞选。佮设立临时的投票站，毋望透过表面的民意来强化占领正当性。不过马里坡市长指控，这场选举根本无候选人名单，嘛无选民名单，完全就是一场假选举。真侪民众甚至向俄军提出威胁，强迫投票。 Тобто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довіри це ніякої немає від людей до цього процесу. І так само треба подивитися, 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обходити, як вони вже ж це робили, обходили по квартирах, спілкувалися з людьми, поряд там стоїть 2 військових з автоматами і кажуть, треба проголосувати. 马里坡的市长普申科表示，投票有3天时间，因为无选民名单，逐天拢会当投票，并且互民众做中伏投票。除了乌克兰的俄控地区，俄罗斯国内真侪区域嘛会伫9月7日投票选举州长、甲地区立法机构的代表。公司新闻台是董编译。乌克兰的百姓受战争折磨，新疆人士的处境就更较艰难。亲像这目睭看无的人，根本就无法度判断炸弹要落伫咧地；听无的人嘛，毋知影空袭警报，因的生活是比普通人更较困难。 这个所在原本是乌克兰青媒协会的办公室，但是即马去互炸弹炸甲规间房间脆糊糊。徛伫门边的格鲁班科，毋知影情形有偌严重，因为伫遮工作的伊，就是一个目睭看无的青媒。自从2022年2月，罗西亚发动战争开始，乌克兰人就一天到晚拄着空袭，这对一般人来讲，就已经会造成真大的压力。对目睭看无的人来讲，心内是更较惊吓。 Тобто, от уже 3-я доба, я ще не можу. Незряча людина не знає, де це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Тобто для неї кожний вибух – це в неї вдома. 原本伫基辅的这个工作室有请50几个青媒的人伫遮做一寡手工，但是最近太接发生空袭，这个员工因为目睭看无，实在是伤过危险。执行长决定要暂时把工作室关掉。Зараз цехи у нас не працюють, ми не виводимо на роботу, тому що
Це неможливо зробити. 除了青眉的人以外，战争对耳孔听无的草耳人来讲，嘛是非常大的威胁，因为因无法度听到空袭警报的声，万一若伫外口凶拄着空袭，是真恐怖的代志。 Як десь мав їхати якраз через оцей вулицю, але він розвернув в нього щось всередині так. І там якраз взрив був. 若是无法度听到空袭警报的声，赶紧避起来。万一受到炸弹攻击，去互倒去的壁，也是条啊缀伫下骹，伊嘛无法度听到搜救人员的声，喊声来得到救援。所以即马基辅一个听众社团的负责人讲，因透过手机啊社群平台 Telegram， 随时将空袭相关的消息传互草耳人的民众，嘛将总统泽连斯基讲的话马上翻译做手语，希望伫个战争当中为即阵非常弱势的人提供一寡保护甲协助。 记者甘美恁编译。19世纪，英国伦敦有一个出名连环杀人案，上无是有5个女性死亡。到即阵是已经8多年啊，也毋知影这凶手开膛手杰克是啥物人。但是有一个捌伫咧警察局做志工，而且因阿祖捌参与当年杀人案调查作者霍顿，伊是讲，伊伫个作品内底讲，这个薰草工人海姆斯可能就是凶手。 霍顿是表示，当初是有目击者讲，这凶手行路的动作怪怪。这个海姆斯因为有幽刑，所以讲这点是符合的。而且海姆斯个性暴力，有精神病可能会犯案。而且自从伊互掠去精神病院了后，就无阁有人受害啊。不过这8多年来，尚无受困了10个人，互怀疑讲是嫌犯。这个海姆斯敢是真正的凶手，需要搁较侪证据来证明。 莎拉·贝克斯霍顿正伫看家己身体，内底讲到破北手杰克的身份，可能最终会被公布了。莎拉讲，这臭名万世连环杀手真名是海姆斯，伊是一个有幽刑症的塑胶粉制造商，定出入精神病院，啉酒拢无节制，有酒销习惯。莎拉伫伦敦警察局担任将近20年的期间，一直到最近，伊才伫个研究中发现这个案件的线索。 The medical files on my suspect, Chaim Hyams, were only released in 2013 and 2015, 100 years after his death. And in them, they detail his violence, his dangerous nature, and some distinctiv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 was able to link to eyewitness accounts of Jack the Ripper. And they make a very good match. 西元1888年的8月到11月中间，破北手杰克伫伦敦东区的北教堂一带连续斩杀至少5名女性，受害者拢是被腹肚破开，并且有真侪所在被剁开。犯案了后，更加侪摆社会到警察局去挑战。莎拉研究发现，还有看到人讲，破北手杰克应该是一个35岁左右的查甫人，手棍硬正，脚部无在。而案发当时，海姆斯也拄好是35岁。 身高甲体重也甲看到人所讲的是相符合。根据相关的记载，海姆斯幽刑发作了后会特别暴力。而最后一件谋杀案发生的时间，拄好也是海姆斯被关到精神病院的时间。而来伦敦旅游的民众一定会听到导游讲到这号人物。 It's gone on so long now,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suspects, and obviously there's no real evidence left anymore. Like there's no DNA they can look at, there's no kind of eyewitnesses who are still alive. So I think the fact there's no definite answer makes it even more interesting. 随上莎拉前几代的时代，当时就捌参与破北手杰克的案件调查。过去135年来，至少10个人捌被怀疑是破北手杰克，内底有医生、老师、心理人，甚至是英国王室的贵族，不过一直无到定案。而海姆斯是不是就是破北手杰克？恐惊也需要更加多证据来证明。公视新闻新竹批编译。 去海边啊，耍水就爱穿游泳衫，不过是有真侪歹人用女性穿伤少来做借口，讲骚扰。即阵法国马赛就推出一款免费的手机 App， 若是伫咧海报撞到性骚扰，也是看到有别人受害，用这 App 通报，就随有人会来斗相共。 天气一热，大家拢会想要走去海边啊耍水，但是嘛，因为会穿一寡较清凉的游泳衫，拄着性骚扰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法国南部城市马赛最近推出一个叫做“更较安全的海报”的手机 App， 民众伫手机顶头装这个免费的 App， 若是伫海边啊家己拄着，还是看到别人去互性骚扰，去互偷翕相片，
只要伫手机啊轻轻刺一个，就会随为这种穿白色 T 恤的协调员赶到你的身躯边，帮忙处理问题。On appuie sur l'aide. Là, par exemple, je prends un exemple, je suis harcelé au témoin. Donc, tout simplement, moi, en tant que médiateur, je vais recevoir automatiquement une notification sur mon téléphone où la victime, je pourrai la voir où elle est. D'accord? Donc, il y a marqué automatiquement, grâce à la localisation où la personne elle est, je vais lui envoyer, je m'en occupe. 根据调查，法国18岁到34岁的女性有超过1/3拢捌伫海边啊拄着性骚扰，一半以上的女性唔敢家己一个人去海边啊佚佗。所以有这款防止性骚扰的 App， 让大家感觉加正安心。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pour les femmes et les jeunes filles qui sont toutes seules sur la plage et qui ont envie de passer un moment détente et de ne pas se faire importuner. Je pense. Oui, c'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ça peut être. Voilà, à la plage, on se sent plus en sécurité, on a moins la boule au ventre, ou alors on peut. 目前伫马赛4个让大家耍水的海边啊，拢有推出这种服务。唔但有救生员保护大家的安全，阁有这种协调员保护女性的另外一种安全。另外，市政府嘛甲一寡女性团体合作，伫沙坡边摆摊位，宣传反对性暴力的议题，让海边啊为过去真容易发生性骚扰的所在，反倒转来变成推动性别平等的所在。记者甘棉恩编译。全世界规模上大、有900年历史的柏林消费电子展今日起过。今年是有真侪结合人工智慧设计电器受到关注。主办单位预告，今年是有2000间厂商参加，会当创造超过台票1300亿的商机。全球规模上大、上有指标性的柏林消费电子展，为9月7日到7月伫德国柏林举行。当地有名的国际大厂拢会借着这个展览，发表年度上新产品甲技术，抢攻第4季圣诞节商机。今年展览规划13个展区，主题包括智慧家电、物联网装置、手机啊通讯、甲电脑周边产品、甲家电顾乐等等。真侪厂商拢会强调自家产品会当节能、永续发展。We see that consumers, more than 70%, actually would like to use and like to buy more, I would say, energy-efficient appliances. 人工智慧也出现伫今年的展览内，为手机啊，就会当知影冰箱内底有一寡什么款的食材。那三星是推出98寸的电视，非常吸引人。We're focusing on entertainment. Today we introduced a 98-inch massive big TV because people are looking for bigger and bigger TVs. But we also know that 71% of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 way to reduce energy. So we're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ll of our machinery in order to help people reduce money. 去年开放实体的消费电子展，虽然犹原受到疫情影响，真侪亚洲国家因为旅行限制，无法度跨境实体展出，犹原是创下超过45国。拢总有1100间企业展出，吸引全球超过16万实体观展人潮。今年台湾也有厂商飞往柏林参展，主办单位预估今年会有2000间参展商，创造40亿欧元，大约超过1300亿台票的商机。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